一個咧就係逆按揭嘅問題。當然呢個逆按揭咧，而家香港未有，係只係一個概念。個概念咧就係話，如果一個長者佢有一層樓，佢可以按翻俾銀行，但佢每個月銀行可以俾翻一啲嘅收入佢定期，直到永遠。而呢個老長者咧，亦都可以繼續喺嗰間屋係居住，佢可以安心居住落去。呢種就係逆按揭嘅計劃。當然咧，係對於一啲可能冇乜積蓄，甚至係冇呢個退休金，但係佢只係得一層樓，但係佢再冇收入啦，仔女可能有一定嘅負擔。咁呢種嘅計劃係有一定嘅吸引性喺度。如果你話一層樓佢100萬，佢每個月銀行可能俾翻2000蚊佢，200萬嘅樓可能俾翻4000蚊佢，佢加埋1000蚊嘅老人金咧，其實係幾好一個嘅生活嘅方式。佢亦都無需要擔心要搬遷，無需要擔心咧係住屋嘅問題。